法务部当期和国建署董事基金会合作办这个收容人结婚比赛，提供各种的奖励措施和结婚的环境。这10年来，收容人结婚的比率顺利降10.7%。受帮赞顺利结婚的经纪人也讲，成功结婚了后，得到更较侪尊重。我得到了第一个，就像李独大哥讲的，身体的健康、人家的尊重，以及我跟家里的一些和睦和平，然后任何的生活习惯都很好了，他们就越来越相信我。莫因为食薰食毒，14岁就定定出入历届所的苏铁民，大约5年前在家国内底结婚成功，今年40岁，在关怀协会做辅导主任，重新开始。根据法务部的统计，2012年收容人在入国进前的结婚比率超过94%，在家国内底结婚的超过83%。到2022年入国进前的结婚比率86.46%，在家国内底结婚的降到72.26%，显示这10年来收容人结婚的比率降10.7%。比方说，你若准备要结婚，一个把你移居到戒烟的牢房，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戒无烟的工厂，而且伊打你记嘉奖，那你也当互恁厝里的人过来看你几届。收容人他们如果能够从戒烟这个活动的参与导向一个正向的一个转变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务部在2010年开始办收容人结婚比赛，提供各项奖励措施，包括增加会面的机会、记点奖励，也让因有无婚的环境。因为国建署是希望烟害防治法的修正案会当在新的会期通过，针对新型的婚有更较侪规范，保障人民健康。记者阿敏、金正泰文台北报道。